搞得掂免疫力嘅話，你就等於有咗呢個世界上最好嘅抗咩癌咩藥。提高免疫力唔好信咩偏方，更加唔好嘥錢買嗰啲所謂嘅補咩品。真正可以增強抵抗力嘅，頂得住你嗰啲病痛嘅，就係做好每日呢3件事，身體就會一日好過一日噶啦。第一樣就係多食啲優質蛋白質啊，唔需要買咩冬蟲夏草啦、燕咩窩啦、療咩心啊嗰啲咁啊，記住多食啲雞蛋就夠啦。雞蛋唔分大隻細隻，紅色皮定係白色皮。咩走地雞啊、散養雞啊、柴火雞啊，其實所有雞蛋營養都一樣嘅，只係口感唔同。中意食邊種你就買邊種，你嘅經濟允許食邊種，咁你就買邊種。另外唔食雞蛋嘅老友記住啦，咁啊多食啲豆腐啦、黃豆啦、黑豆啦等等去做嘅嗰啲豆製品都得。嗱，豆漿啦、豆腐花啦、豆腐啦、腐竹啦都冇問題。每日咧攝入足夠嘅蛋白質，先至係身體健康嘅關鍵。第二就係多啲飲水，每日飲夠呢個1500毫升到2000毫升嘅水。如果每日冇太大嘅活動量嘅話咧，千祈唔好話飲太多嘅水。超過3000毫升咧就叫做太多。如果水太多咧，咁第二日朝頭早起身，你個身體就會浮浮腫腫，唔好睇噶啦，反而仲會影響代謝添。而相反，就算唔中意飲水嘅人，每日都唔好低過1000毫升。再加埋如果你有食粥啦，或者食餸啦、食飯裏邊嘅嗰啲水分，咁啊都差唔多夠1500毫升噶啦。只有保持新陳代謝，先至可以幫身體咧排走嗰啲毒素，身體乾乾淨淨，咁啊自然免疫力咁啊勁咯。第3點，養好你條腸，因為人體嘅70%免疫力係由你條腸去負責嘅喎。便秘啦、消化不良啦、胃唔舒服啦，會直接去拖低你嘅免疫力。平時唔好坐咁耐，適當要去運動，每日出去曬一曬太陽，多啲去食嗰啲粗纖維嘅食物，嗱，例如啲雜糧啦、主食啦，你啲根莖類嘅主食同埋蔬菜。食嘅時候一定要記住啊，慢慢嚼、慢慢吞、慢慢食。只有咁樣先至可以促進你嘅呢個腸道蠕動，咁腸道健康，自然呢個免疫力咪勁咯。以上呢3點記住啦，可以喺呢度留低一句：我好健康，祝大家永遠都健健康康啦。